Cobot in train, future in game。小朋友，大家有冇聽過具身智能 Embody AI 呢？具身即係有身體，智能就係有大腦。咁具身智能嘅意思就係機械人嘅身體同大腦要一齊學習，一齊工作。以前好多人工智能只係得個腦，淨係識思考，但冇身體。咁小朋友，你又估下，如果我哋想訓練機械人用身體去完成工作，例如踢波或者跳舞，應該點樣做呢？首先，當然要認識機械人嘅身體結構啦，例如頭、身、手、腳等等，仲有入邊嘅骨骼。跟住就要教佢一步一步保持平衡，再教腳要點擺，用幾多力先可以踢得好喎。如果訓練唔好，機械人可能一腳踢空，個波飛上天花板。或者自己轉圈圈，變成機械人陀螺。而跳舞都一樣，要慢慢教佢協調身體，令頭、手、腳互相配合，做出靚靚舞步。否則佢可能會手腳亂舞，好似亂手亂腳機械人一樣。其實而家好多地方都用緊智能機械人嚟做嘢，例如喺工廠，佢哋可以用手精準組裝零件；喺醫院，佢哋可以幫手送藥、照顧病人；喺屋企，未來人形機械人仲可以幫你做家務、執屋、陪你玩添。喺 RoboBuddy， 大家都可以變成小小機械人訓練師，教機械人踢波、跳舞，甚至打功夫。相信大家而家已經清楚知道乜嘢係具身智能啦。而家你哋都可以設計屬於自己嘅具身智能機械人喎。快啲拎紙同筆出嚟，畫出你心目中嘅機械人啦！完成之後，記得 send WhatsApp 或者 email 俾我哋，設計得好仲有獎品添啊！各位小小機械人訓練師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